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超譯足球。好耐冇見啦，我係超譯哥啊。上個禮拜呢，英格蘭上演咗聯賽盃決賽，賽前成個北倫敦都喺度打晒飛機，話阿仙奴今季要衝4冠王喎。結果呢？結果哥迪奧拿派個啱啱先過完21歲嘅僆仔出嚟，送咗2蛋俾阿迪達。咁阿仙奴4冠王嘅第一關，我喺度正式宣布玩完啦。咁呢，我本身呢唔係反亞嘅，咁但係我都唔係亞迷。咁但係你見到賽前佢哋開晒 party，book 埋戲院，一心諗住捧杯，結果俾阿迪達一個咁嘅戰術，咁就冇咗第一個冠軍啦。我都戥佢哋有啲唔抵嘅。咁呢條片呢，我會由戰術啦、數據等等層面呢，我同大家輕輕咁講下呢場決賽嘅。點解阿仙奴全場踢到患得患失呢？點解阿迪達次次去到決賽個腦入邊永遠得個縮字嘅呢？咁今集呢，我哋會分開2隊嘅重點嚟講嘅。咁大家啱聽嘅，記得撳個 like 同埋訂閱下。咁我哋即刻入正題啦。有睇呢場波嘅亞迷呢，唔知大家會唔會同我一樣？今場波我係睇到燥底嘅。咁唔係因為阿仙奴普通輸一場波啊嘛，而係佢哋場面上真係好肉酸啊！佢哋輸到好冇骨氣。大家可以睇下啲數據先。一場決賽，阿仙奴全場控球率係幾多啊？37%。曼城呢？63%啊！你冇聽錯啊！堂堂英超榜首，爭緊4冠王嘅阿仙奴喺溫布萊對住曼城，阿迪達主動讓出控球權，全場呢縮喺自己半場度嚟踢嘅。咁佢哋預期入球率呢，阿仙奴全場得0.66，曼城有1.93，射門次數阿仙奴得7次，仲要得3次係中目標嘅。咁曼城有成10次攻門。咁簡單啲嚟講呢，阿迪達今場個戰術部署呢，得4個字可以總結晒噶啦：驚輸，等運。不過阿仙奴又唔係完全冇機會嘅。其實一開波呢，喺第7分鐘啦，阿仙奴有個黃金機會，當時夏維斯同沙卡連環起腳，不過就俾曼城嘅門將神級3連救就化解咗。咁但係呢，之後就無以為繼啦。自從呢4秒鐘嘅高光時刻之後呢，阿仙奴成隊就進入咗冬眠嘅狀態咁樣啦。咁阿迪達個諗法呢就好明顯嘅，對住曼城我唔同你對攻啦，個縮後防線封死你兩邊等你犯錯，最好就磨到89分鐘偷你一粒，玩下角球咯，玩下德壓咯，或者0-0射下12碼咯。但係大哥啊，呢個決賽嚟噶，你縮到咁後，個容錯率係0啊！就好似之前我哋賽後分析曼聯對愛華頓嗰場咁啦，你成隊縮晒禁區頂，前場又冇支點，一斷波就俾人打反擊。阿達蛇，你以為自己拍大包好穩陣啊？對手只要有一次高質素嘅傳中呢，又或者等你自己嘅球員派一派交，成個阿仙奴嘅防線就即刻崩潰噶啦。咁結果就真係啦，60分鐘曼城一次傳中，阿仙奴門將接波就失手甩手啦，直接俾阿奧懷利遠處執雞頂入咗嘅。咁呢個失誤呢，雖然話係門將嘅責任，但喺戰術上邊，阿達蛇，當你全場俾人圍住嚟攻，啲球員壓力會爆煲噶嘛，球員犯錯都係遲早嘅事嚟啦。你阿迪達將個春袋交俾人哋鏈住，仲好意思怪個門將甩手？最諷刺係咩啊？係要輸到2粒，阿迪達先識得換入馬天尼利、阿哲西斯同埋費奧利出嚟攻嘅。咁結果阿哲西斯呢，尾段2次頂中楣，2次即係有機會啦。
咁阿仙奴呢，反映出其實佢唔係冇能力攻嘅，係阿達蛇由第一分鐘開始就唔敢攻，一個成日驚輸嘅領隊係永遠贏唔到冠軍噶嘛，你知唔知噶？阿迪達，你真係唔明白噶，佢仲要已經唔係第一次係咁噶咯，你睇歐聯又係咁，英超又係咁，聯賽盃決賽又犯同樣錯誤。如果我係亞迷呢，我真係唔知點算啊！班波唔係冇能力攻噶嘛，你正正常常咁踢，我理得你玩角球又好，乜都好啦，你總有機會嘅。但係你縮後嚟踢呢，咁咪開正曼城嗰飯咯。哥迪奧拿呢，今場就醒啦，就猜住個波踢到游刃有餘嘅。咁講少少歷史數據啦，哥迪奧拿喺教練生涯呢，5次打入聯賽盃決賽，贏足5次，勝率係100%啊！我建議英足總呢，將聯賽盃改做哥迪奧拿盃算啦。咁講返戰術上邊啦，哥迪奧拿呢，今場其實冇咗防線嘅核心阿魯賓戴亞斯嘅，咁但係阿簡治呢，頂上嚟完全係 OK 嘅。咁哥帥呢，其實好清楚阿仙奴呢想打反擊啦、縮後啦，咁所以佢嘅部署呢，就係極致嘅控球。咁曼城今場63% 控球率呢，其實佢哋唔係盲目咁周圍傳波嘅，即係唔似得利記嗰啲 U 型足球咁嘅。佢哋將阿仙奴嘅兩閘嘅空間呢，就極度壓縮，令到沙卡同阿托沙呢，經常要返到好深嘅位置去協防。當你個翼鋒要跑到自己嘅禁區邊防守，你搶到波之後，仲邊有氣力去跑60-70碼去打個反擊呢？咁呢個就係哥帥用控球嚟做防守嘅最高境界啦。咁阿達蛇佢師傅教你嘅嘢，你有冇學到啊？希望你歐聯仲有比賽噶嘛，參考下咯，踢好啲咯。真係再講都嘥氣啊！喺用人換人上邊都俾你師傅完全撳喺地下摩擦嘅。今場嘅 MVP 奧懷利呢位曼城青訓出產嘅小將呢，啱啱先過完21歲生日，就喺溫布萊梅開二度。咁大家諗下，決賽咁大壓力嘅舞台，阿哥迪奧拿夠膽用新人，而個新人呢又真係俾到貨喎。呢個呢就係哥帥明顯好過達蛇嘅恐怖之處啦。不過咁公道講句，阿仙奴兩個攻擊中場都傷咗嘅，艾斯、奧迪加特，如果冇佢哋呢，阿仙奴嘅創造力呢係真係大打折扣。咁你話縮後嚟踢又無可厚非嘅，都係成王敗寇嘅啫。不過今場波嘅場面同埋結果呢，都唔單止係一個獎杯嘅得失啦，更加係阿迪達嘅照妖鏡啊！咁阿達蛇老老實實，其實呢幾年呢，係的確將阿仙奴由一隊爭四嘅球隊呢帶到去變爭冠嘅球隊嘅，防守數據係靚咗好多。但唔知點解每次一去到決賽呢，要定生死嘅時候，佢骨子裏邊嗰陣莫耶斯嘅保守呢就會走出嚟噶啦。咁但係莫耶斯呢期有威啦，愛華頓打到上去中上游位置，我都唔好意思再串佢啦。而阿仙奴今次失利，除咗4冠夢碎啦，咁都仲有英超、歐聯同足總杯嘅。雖然今場波對球員嘅士氣呢肯定有打擊嘅。阿達蛇如果賽後仲喺度話，我哋只係爭啲運氣啫，球員已經盡咗力噶啦，咁就真係自欺欺人噶咯。要成為一個真正嘅頂級名帥，阿迪達一定要克服自己驚輸嘅心魔，咁學識喺大賽裏邊主動出擊，咁先贏到噶嘛。就好似英格蘭阿修夫基個結果係點，大家都知啦。
好啦，咁今日就講到呢度先。咁你覺得阿仙奴今場輸波最大責任係咪阿迪達太過保守呢？定係個別球員嘅失誤比較大呢？留言話俾我知你點睇啊！我哋下條片見啦，不定時出片嘅。好，拜拜。